老师仔细甲学生汽车维修保养的步骤，一一拆分车顶的零件。这是台南自由工商的汽车修护科，除了是上课的教室，同时嘛是机能鉴定的场所。也不过要注意咯，考试费用就要起价。相关的这个术科测试题目是一直在调整更新，那毕竟产业的技术也在更新，应检的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，那这个部分相关的费用都已经大幅调涨了哈。经过检视，还有就是我们依照规费法的规定，在这个收支队列的原则之下，那我们做部分的调整。劳动部的机能鉴定有258项之类，有一半以上超过10档无调整收费。这回公告的草案当中，包括着汽车修护、车辆导装、自来水配管、车床、太阳光电等7项这类的机能鉴定费用会调整50块到480块不等，整体起8.8%。要起价我是感觉无问题啊，感觉差不多超过300块就小小贵啊。会起价这拢是正常，茫起伤济。起价是必然方向，但是阮感觉讲，这嘛是对囡仔一个压力，所以如果讲要起价，嘛是希望讲政府有一点奖励的部分。会当互因，比如讲考过的囡仔有一点鼓励。根据统计，这几档的检定报考人数将近1万人，上紧明年会上路。今年的考生未受影响，不过有学校认为，虽然报名费用提悬是难免，也不过对着学生来讲有负担，建议会当区分学生、社会人士做无同的收费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